新增分類。首先打開 Posify CMS 後台，點擊商品欄目，揾到商品相關設定嗰頁，點擊分類設置頁籤，點擊右上角嘅新增掣，填返分類名稱同描述，選擇分類顯示嘅範圍。除咗普通商品分類，有啲特殊類別可以用智能商品分類，唔使逐個手動分。點擊啟用智能商品分類個掣，再揀需要嘅智能分類，例如選擇原價商品，咁所有原價賣嘅貨就會自動歸入呢個分類。如果入面有貨開始做特價，就會自動彈出呢個分類。點擊選擇檔案可以上傳分類圖片，搞掂之後點擊右上角儲存就完成。編輯分類，點擊分類左邊嘅拖曳圖標，將子分類拖到主分類下面，見到縮入去嘅樣式，咁就整好主分類子分類嘅層級關係。想調分類嘅排位，點擊分類左邊嘅拖曳圖標，上下拉到心水位置，鬆手就即刻生效。修改分類內容，如果想改分類名、換圖片等等，點擊分類右邊嘅編輯圖標，改完之後記得點擊儲存，刪除分類。打開 CMS 後台，點擊商品，點擊商品相關設定，點擊分類設置頁籤，揾到想要刪除的分類，點擊右邊的刪除圖標，即可刪除分類。如果彈出提示話請先刪除此分類及子分類下的商品，就要先將相關商品取消連結，之後先可以刪到個分類。